个前中国小姐张淑娟最近嘛是互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来点名，讲甲要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捌亲密来交往开房间。张淑娟袂堪要去，再去到台北地检署提出着告诉。也毋过到约定的时间，周玉蔻突然间出现伫个地检署，讲要甲张淑娟来道歉。台北市议员王凤仪伫这场的风波是扮演着协助张淑娟的角色，伊先到场，选意外来变做周玉蔻甲王凤仪的骂战。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，呛声相骂，是愈呛愈歹听。张淑娟大约是11点到位，伊是一路靠入去地检署，伊讲。伊无实在周玉蔻，嘛无实在蒋孝严，为什么周玉蔻会当一直用媒体的力量甲霸凌呢？我在这里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，深深一鞠躬。但是，张孝严先生，请问绯闻案女主角究竟是谁？资深媒体人周玉蔻雄雄出现伫北检。甲前中国小姐张淑娟鞠躬会师咧，其实这个时间本来是张淑娟要去北检告周玉蔻甲蔡玉珍，因为周玉蔻雄雄出现，捌听讲张淑娟无要来，一直到周玉蔻离开张淑娟才出现，哪讲哪靠。10几天来，网络不停的霸凌跟媒体，我觉得非常的无辜。我的家人都不让我出来，我也不认识周小姐。把我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，这样子面试。因为中国小姐即嘛是穿白衫、乌裤、挂目镜、无化妆，捌口甲话强要讲袂出来。我没有跟张孝严滚床，我从当选到今天，我一天都没有跟他滚床。从1988年当选到今天为止，我跟您讲的什么张孝严先生、什么李孝严先生，我没有跟他滚过床。周玉蔻小姐，你道歉是不够的。讲几下摆，无甲张孝严做过周玉蔻所讲的代志，就算周玉蔻甲蔡玉珍分别回师咧啊，张淑娟嘛无要放因线。还我一个清白，我今天告你告到底。周玉蔻小姐、蔡玉珍小姐，你们太恶劣了。我跟你讲，在古代我应该投井自杀死掉了，而且含冤莫白，我没有脸去见我爸爸妈妈。谢谢你们，我只能提出控告，感谢大家。张淑娟当场进入北检提出告诉，委任的律师告周玉蔻甲蔡玉珍涉嫌妨害名声等等案件。这一年来，拢无伫电视出现。这个前中国小姐要用法律证明家己的清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